有一種美唔係喺完美度，而係喺變化度，就好似秋天嘅楓葉，因為就快跌落嚟，所以特別靚；又好似啲雲，因為成日變嚟變去，所以令人好中意。日本禪師鈴木俊龍喺《禪者的初心》入邊有句說話特別感動我：我哋見到嘅所有嘢都係不停咁變緊，係失去緊平衡嘅。任何嘢之所以睇落靚，就係因為佢失去咗平衡，但係佢嘅背景就總係呈現完全嘅和諧。呢句說話令我重新諗過，原來我哋一路追求嗰種靜止嘅完美，可能根本唔存在。真正嘅美係嚟自動態嘅平衡，嚟自變化中嘅和諧。就好似一個舞者，靚唔係喺度企定定，而係喺每一個轉身、每一個跳躍度展現出嚟嘅流動同平衡。當我哋學識用呢個角度睇生命，就會發現原本令我哋好緊張嘅變化，其實係生命最珍貴嘅特質。但係呢一種理解唔係咁容易。當我哋身處困境嗰陣，當生活睇落一鑊泡嗰陣，要點樣見到背景入邊嘅和諧呢？鈴木俊龍提醒我哋，當我哋只係見到表面嗰陣，會覺得好痛苦。但係如果可以認識到佛性作為存在嘅背景，就可以理解受苦嘅真正意義。呢度講嘅佛性，其實就係我哋每個人內心最深層嗰份完整同平靜。佢唔會因為外面嘅起伏而改變，就好似海洋嘅深處，無論表面幾咁大風大浪，深處都係好平靜。所以當我哋遇到困難嗰陣，與其問點解係我，不如問呢個經歷要教我啲咩？痛苦唔係懲罰，而係一種邀請，邀請我哋擴大對生命嘅理解，邀請我哋發現內心更深嘅力量。就好似礦工要深入黑暗先可以揾到珍貴嘅寶石，我哋都需要喺困境度先可以發掘出內心真正嘅智慧同慈悲。咁喺日常生活入邊，我哋要點樣實踐呢種智慧呢？鈴木俊龍用咗個好生動嘅比喻，俾你嘅牛或者羊一片寬敞嘅綠草地，就係管好佢哋嘅方法，對人都係一樣嘅道理。首先俾佢哋做佢哋想做嘅嘢，你喺旁邊睇住佢哋。呢種管理智慧唔只係適用於人際關係，更加適用於我哋點樣對待自己嘅心念。諗下，如果你將心念當做一群喺草地上嘅牛羊，你唔需要成日趕住佢哋，控制佢哋，只需要俾佢哋足夠嘅空間，同埋保持覺察咁睇住佢哋。咁樣嘅態度需要好大嘅信任，信任其他人有自己嘅智慧，信任自己嘅心念都有佢嘅節奏。當我哋唔再死命要控制所有嘢嗰陣，反而會發現啲嘢好多時會自然咁揾到平衡點。就好似河水，當你唔去攔住佢嗰陣，佢總會揾到最適合嘅路徑流去大海。喺坐禪嘅過程入邊，呢種唔控制嘅智慧顯得特別重要。好多人以為禪修就係要令個心完全靜落嚟，一個念頭都唔可以有。但係鈴木俊龍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平靜係嚟自唔俾雜念困擾，而係由得佢哋嚟嚟去去。當雜念出現嗰陣，我哋唔好試圖趕走佢，亦都唔好跟住佢走，就好似睇住天空嘅雲咁，靜靜咁觀察佢嘅來來去去。呢個過程入邊，你會發現，當我哋試圖強力壓制心念嗰陣，反而會產生更多阻礙。就好似你越想忘記一件事，佢就越容易出現喺腦海度。但係當你學識觀察而唔控制嗰陣，嗰啲原本令你困擾嘅念頭，反而會自然咁失去力量。呢種內心嘅自由，唔係嚟自冇念頭，而係嚟自唔再俾念頭牽住走。當你發現心情煩躁、思緒亂晒龍嗰陣，有咩簡單有效嘅方法呢？鈴木俊龍俾咗個好實用嘅建議：面對煩心事嗰陣，唯一有幫助嘅努力就係數息或者專注喺呼吸度。呢個聽落可能太簡單，但係簡單往往係最有力量嘅。呼吸係我哋唯一由出世到死都唔會停嘅動作，佢既係身體嘅，亦都係心靈嘅。當你專注喺呼吸嗰陣，你就返到咗當下呢一刻，你唔再俾過去嘅後悔或者未來嘅緊張拉嚟拉去，你就喺度，就喺而家，一吸一呼之間，你重新揾到咗嗰個穩定嘅錨點。呢個唔需要特別嘅地方或者時間，無論你喺辦公室、喺地鐵度，定係瞓覺前，你都可以返去呼吸，返去呢個最簡單亦都最深刻嘅修行。最終，禪嘅智慧指向一個更深嘅境界，就係如物之所如咁去睇所有嘢。鈴木俊龍話，禪嘅本意係如物之所如去觀物嘅本身，俾所有嘢自己嚟自己去。呢種接受現實本貌嘅態度，係獲得完全自由嘅關鍵。呢個唔係消極嘅放棄，而係積極嘅接納。當你唔再試圖改變事物嘅本質，當你可以見到每個人每件事都有佢存在嘅理由同美好嗰陣，你就喺入邊揾到咗真正嘅解脫。就好似接納四季嘅更替，
接納花開花落，接納生命入邊嘅起起跌跌。喺呢種接納入面，你會發現內心有一種前所未有嘅寧靜同自由，唔係因為出面變得完美，而係因為你個心變得闊咗。呢份內容如果對你有啲啟發，亦都歡迎你分享俾身邊可能有需要嘅朋友。希望你喺接落嚟嘅日子度，可以喺變化入面見到美，喺困境入面發現成長，喺呼吸之間揾到內心嘅平靜同自由。